大家常講寧拆10座廟，不會一張婚，但係有低婚姻，一開始就好似墳墓誕。古代解真隻牌坊，表面上好似是為咗光宗耀祖，其實背後是無數寡婦解沉重枷鎖。有低年青女性十清十海年紀就守寡，忍受咗數十年嘅孤獨，只為攞呢一塊冷冰冰嘅石碑。每晚有人掃座稻子消磨時間，真砌活生生嘅煎熬。這到底係封建禮教嘅榮耀，定係女人一生嘅悲劇呢？一座牌坊暗藏嘅故事。元明清時期，在中國大地上，真隻牌坊就好似雨後春筍般冒出嚟。建一座牌坊又話多少錢？10兩銀子，100兩，胡誓。實際上，大價係一個女人下一生。官府對真極牌坊嘅定價方式都好簡單，守寡50年。安徽歙縣就係真實嘅榜樣。宋朝時，這裏曾有無名女性獲得真格稱號，但到了明清時期，這個數字一下子飆升到了7000多人。這數字長得跟大蔥似的，快得不得了。縣太爺們為咗正則，拼命鼓勵寡婦們守節，不僅給他們免稅，係發獎狀。是那個禮教嚴厲嘅年代，女性嘅地位本嚟就不高，一旦成了寡婦，簡直就像被社會拋棄嘅一樣，沒人祝福，也沒人理解。為了能活下去，寡婦們能做嘅就係守真。守甲克換來世人尊重同認可嘅唯一途徑，但係這份尊重同認可，其實是女性自我價值被壓制嘅背景下產生嘅。社會並未有給他們選擇嘅機會，只係用一座座牌坊，把他們嘅生活限制在3從4德嘅框框裏。一開始守寡50年，是夫不渣男，就像醒前傳了50年一樣。佢實際上這50年裏邊，冇一秒都能讓人受不了。冇老公，冇新歡，身邊連個說話嘅人影都找不着。呢級本該在人生最美好時光裏盛開嘅女性，就這樣在無盡嘅孤獨中凋謝。他們用自己嘅青春和生命換來的，卻係一座冰冷嘅牌坊，以激世人虛假嘅讚美。一根手指換嚟一座牌坊。廣州呢個叫李如是嘅寡婦真係個狠角色，村裏嘅人都在傳她和人有曖昧，她壓根未多想，直接拿起刀子把自己手指頭幾剁啦。即一嚟，村裏人都豎起大拇指，覺得好似真格嘅可磨，主動去為她申請牌坊。係呢個年代，女人嘅貞操比命寒重要，李如是寧願割捨自己嘅身體，也不想被別人誤會。他用自己優身換來了一個真格嘅名號，而這名號背後係女性作為獨立個體嘅尊嚴被無情侵犯嘅悲哀。清朝嘅時候有個更狠嘅故事，有位年輕嘅寡婦對私塾先生做容光心生傾慕，竟然扮意去挑人家嘅紋，可是冇想到紋剛觀上，他嘅手指頭就被割斷啦。這位寡婦真係個厲害角色，回到家竟然把呢2根手指頭嘅砍啦，表示這係對自己行為嘅懲戒。沒遠到他兒子後來當了官，係因為他的這件事官員亨通發了大財。這個故事嘅背後反映我封建禮教對女性慾望嘅嚴重打入。喺呢個時代，寡婦再婚可係大忌。不管係一時嘅衝動，結果都得用血嚟償還。這位寡婦嘅牛子，正係因為母親嘅真格，才得以攀升發達。這簡直成咗對女性悲慘命運嘅最大諷刺。老婦人在臨終前留下了佢的一番感慨，話語中充滿智慧同埋人生海道。佢告訴大家，生活雖然不易，但要珍惜當下，學會寬容和理解，才能找到內心嘅平和與滿足。經師呢位老太太嘅故事真是感人至深，讓人不禁淚流滿面。
17歲就成個寡婦，整整守了60多年。等到躺在床上快要離世嘅時候，他拜家裏嘅女兒們全召來啦。大家都以為他要談什麼首席嘅道理，滿響到他處說：千萬別說我咁緊就做個好人債啦，別像我這樣苦熬日子。喺生命嘅最後一刻，這位老太太終於袒露啦自己嘅真實想法。10多年嘅守隔歲月，換來的只係無盡嘅孤獨與痛苦。她不想把這樣嘅命運就係加到其他女性嘅身上，而這位老婦人嘅經歷真不是個別現象。喺呢一個年代，許多寡婦都係承受咗離世嘅命運，她們被傳統道德所束縛，被歧視所禁錮，失去了作為人嘅基本尊嚴。社會好像對他們嘅痛苦充耳不聞，甚至把這些苦難美化成個真格嘅模範。這樣嘅價值觀簡直係對女性最大嘅傷害。這下着實把在場嘅人都驚住啦。從小到大，他們耳朵都快磨出繭子啦。只有一句話在耳邊響個不停：寡婦就得一條道走到希。可這位80多歲嘅老人臨終時說出的，竟係讓人瞠目結舌的話。這句話夠像一記響亮嘅耳光，狠狠先在了呢個時代封建禮教嘅臉上。寡婦們嘅放鬆避弊，寡婦們晚上都忙啥呢？聽說他們在數稻子，佢這許唔是開玩笑，是真的在數，一棵摘一棵樹，數到手都抖，眼都花，數到理得不成。有人就疑惑啦，為什麼非的數稻子呢？係能做別的事嗎？刺繡，繡得眼都快花了呢。數螞蟻，嗱你等着，螞蟻早就抱得微影啦。這看起嚟有點離奇嘅情景，其實正是真切反映咗呢個時代寡婦們嘅生活。在你漫長而孤獨嘅歲月中，他們根本沒法發扯內心嘅苦惱，只能靠這種機械嘅重複動作嚟暫時讓自己忘卻心理嘅疼痛。數豆子成了他們生活中唯一嘅安慰。在這個乏味嘅重複中，他們似乎找到咗一點心靈嘅平靜。可這份寧靜其實是以自我價值嘅喪失為代價嘅。他們辛苦一輩子，換來嘅卻是連作為人嘅尊嚴同埋自由都無法擁有。這些女人白天應稱得上個超人，晚上獨自呆着嘅時候去冇崩潰啦。地上灑咗一罐黃豆，他們一顆一顆揀起來，重複了整整50年。你想想，這樣嘅日子能不讓人發瘋嗎？這樣嘅折磨簡直就係對女性生命嘅最大打擊。而這一切真的係跟呢一種封建禮教對女人嘅束縛同壓迫分不開。就係呢個陰暗嘅時期，女人嘅人生就響一顆顆稻子被無形嘅壓碎，又被隨意嘅拼湊咗一起，毫無意義。宋朝嘅神嘴程頤真是個了不得嘅人物，他不僅學識淵博，而且口才了得，能說會道，吸引嘢唔出聽眾。程頤喺書院講閱時，常常能娓娓道來，讓人印象深刻。尤其是他嘅理論既深刻又富有哲理，總能引發人們嘅思考，真係叫人佩服。程頤這位宋朝嘅大家，俗在洛陽蘇縣嘅講台上，曾說過一句話：壓死事小，失格事大。這話一說出嚟，底下嘅學生就像撿到寶貝一樣，趕忙抄下嚟。他們佢唔知道，這句話日後會變成多少寡婦嘅悲慘符咒。程頤嘅這句話，真是體現咗封建禮教嘅精髓。在他眼裏，女人嘅貞潔比命何重要，就算是壓死，也不能丟了貞潔。這種看法深深影響過當時嘅社會風氣，很多寡婦在這句話嘅逼迫下，走上了守節這條不歸路。程頤卻冇講到，他呢一句話，夠像把利刃
孤斷咗無數女性嘅一生。他坐喺高草批判女性嘅貞操，係對他們嘅生存權力完全無視。在他看來，女性不過係男性嘅附屬，唯有保持真格，才能獲得男性嘅認可。這種狹隘嘅價值觀，無疑係對女性尊嚴嘅嚴重侵犯。更讓人心痛嘅是，這種想法在呢個時代嘅社會中被普遍接受。情誼嘅觀點成咗無數讀書人心中嘅標準，他們把情誼當作楷模，女性嘅生命同埋尊嚴都被真格嘅陰影遮蓋。在唐朝，女人再歡就像蝦水一樣平常，連宮裏嘅娘娘也都仍可以再找老公。到了宋朝，呢啲讀書人東扯西扯，把女性嘅婚姻自由佢辯論得一乾二淨。在呢個年代，女性嘅命運就像係在繩索上跳舞，稍微不小心就有可能跌進唔可挽回嘅深淵。你看過黎明嫻嘅希案嗎？其實比債更沉重嘅係你啲被封建禮教所束縛嘅女人們嘅人生。一座座真格牌坊就像一把把利刃，刺進咗多少女人嘅心坎。他們用斷子、手刀、自盡嚟換取嘅不是榮耀，而是一個家族對他們嘅終身監禁。